一、為什麼中共堡壘是豆腐渣？中共現在正走向機構臃腫冗員的祈福黨阿 Q 黨，根本原因係冇人願意做中共總書記黨主席，只有弱智、政治騙子、野心家等才願意。所謂書生造反，10年不成，即只能寄望槍桿子。1975年，毛澤東同身邊工作人員講：古人說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奧。因為秀才有2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為什麼說毛澤東徹頭徹尾馬克思主義者？好簡單，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就係奮勇前進、改革、挑戰弱肉強食、霸凌、舊世界秩序等等。今天人類發展文明不停前進，不停演變高階的良性競爭、壟斷保障法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等。毛澤東思想乃係非常樸素易懂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例如槍桿子出政權，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完全馬克思主義世界人民解放和奮鬥觀。三、習總和魏雙雙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站上道德高地叫囂，不要反擊報復，要和平，世界不要弱肉強食，不要霸凌，即阿媽係女人。同樣，阿媽係女人的香港巴士扣安全帶問題不單擾民、浪費資源，仲係典型形式主義唔 make sense。以此愛民如子邏輯，市民出街要戴安全帽以防高空墮物，汽車要安裝雷達防交通意外，等等，太多了，完全唔 make sense。毛澤東年代講得最多，亦非常有意思 make sense， 即係社會原始生產資料關係。大解放年代，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講多一句，所謂先瘋狂後滅亡，乃大自然規律也。果不其然，日本高市大獲全勝，原因變態民族共同願望，中俄朝不需要結盟，任何一個也能把它從地球抹去。變態民族前景堪虞。真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首要條件必須唯物辯證法看問題，即以尊重、事實證明之科學態度、實事求是態度。一、中共文宣文否食住習總宏大喜功、浮誇、假大空等習性，例如中共文宣文否八評習總功績為15.5經濟發展吹捧，類似法輪寺30多年前曾經發表九評掃臭中共之文章，黨八股文章。毛澤東形容他像封建社會女子穿小孩的紮腳布，又長又臭。民主、富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共同富裕、全過程民主等等。知就笑死，唔知就嚇死。二、過往10幾年，中國房地產乃最瘋瘋癲癲年代，中共文宣文否扮演虛假宣傳重要角色，例如中國 GDP 奇蹟、國之大者、東升西降，鼓動地方政府瘋狂開發，造成今天全國鬼城處處，誤導股民瘋瘋癲癲入市，什麼都一窩蜂搶。三、放任甚至社會上各種虛假宣傳有問題，未批准集資有問題傳銷，連被全國絕大多數網民吐槽或批評西貝餐廳，也要被中共文宣文否包庇護短，而對絕大多數網民講事實擺道理，西貝狡辯。自己也穿崩等等隻字不提，中共文宣文否奇貴領戶主全國促消費，心態表露無遺。當然如此護短，連小朋友都知最後是自尋死路。中國餐飲玩完。四、縱觀一個官媒中共文宣文否作出的各種各樣虛假宣傳，與時代產生巨大差距和脫鈎。近年更不停抹黑、攻擊、誹謗李嘉誠，超人捐款建設家鄉和國家，第一個勇敢站出來投資的中國生意人等等隻字不提。今時今日中共文宣必須解散和追究他們刑責，當然更是追究習總公器私用。繼中國多年來成為癌症首發和發病率最高的國家，
並連續20幾年成功奪取世界冠軍後，中國近幾十年痛風症仍保持全球第一，很大概率屬於北方內陸湖人飲食文化所造成，中國南方居民較少。源於香港粵菜乃非常講究清淡、新鮮、陰陽平衡飲食文化，例如湯水、涼茶，因此香港人實至名歸成為全世界壽命最長的地方。香港仔有朋友患痛風症，我自己動腦筋自創秘方，中西結合幫佢搞掂。呢個係辯證，必須科學，唯物世界。中共阿斗法卵祈福黨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把辯證了解為因時制宜，其本身可以係不科學的靈活變通。有錢人錢多，卻沒有半點醫學知識，跟鹹魚有冇分別？不是死相信書本，我們必須辯證唯物思維，看世界。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即只有弱智、反智的官，必然有弱智、反智的兵。乃孩王手下當然有很多弱智、反智的兵，例如一救火如觀氣，喊口號，不理10小時火勢不受控，很像無動於衷。當火燒連環樓，他們好像一點也不心急，更像不理居民死活。二小朋友都知香港的士車行不停貼廣告招聘司機，現在竟然新增豪華的士司車隊3000輛。如何調查考證市場有如此龐大的士豪華需求嗎？抑或只是滿足車行對車牌牌照的訴求？歧視的士司機65歲要嚴格全面驗身，那麼其他司機呢？卻又自相矛盾說，我們一直很難招聘司機，令現有車隊使用率30%也沒有。三香港發展商對發展河套沒有興趣。乃孩王居然認親認戚，倒打一把，說我們香港乃自己一家人云云，暗喻他們怎可以不顧一家人的死活云云。小朋友都看出，乃孩王向阿爺投訴，抹黑香港發展商。四香港現在很多都有樣學樣，形式主義反智之風盛行。九龍灣新體育運動館落成，政府竟然大花公堂舉行多次大型散場預演、反恐演習，小朋友都知全世界香港乃最安全地方，反智到連塑膠飲料也不可以帶入場，吸煙人士像變成過街老鼠，全社會批鬥，神憎鬼厭。香港還有法治嗎？補充不弱智，不能當領導，易中天就像今天現代中國魯迅，有智慧和學，一針見血。今天中共越反越腐，原因愛玩形式主義法卵祈福黨阿斗，其本質是弱智，因而製造今天全國貪腐肥沃土壤。小朋友都明白，即使任何極端此微商品的產出，包括服務業，其最終歸宿消費者。資質低下、不學無術、自卑心理的雜種為什麼忽然轉性，不再日吹夜吹、吹噓？政府必須投放在 GDP 實體經濟上，重實體，要務實，不要務虛。一、根據中國第7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居住在鄉村的人口，農民僅佔總人口的36.11%，且近年來持續下降。中國過往多叫城鎮化，而現在城市化近3年叫多了，即是所謂農民人口僅佔中國總人口的36.11%，云云，但跟發達西方國家定義城市化相比較，確有很大差異。因此採取中庸的數字應該50%。二、7億中國農民如何擴大消費？中國農村戶口缺乏社會保障和收入遠遠差過城市人口，而中國城市人口更遠遠差過西方發達國家人均可分配開支的6-7成。即使今天中國 GDP 仍遠超過西方 GDP， 為什麼？因為中國 GDP 全靠政府計劃經濟、財政投資堆砌出來的，即極低效益打腫臉充肥佬的 GDP。今天極度透支了 GDP， 無以為繼了。中華民族係擁有極愛儲蓄的民族基因，如何改變？基因冇得改變。
2023美年中國居民的銀行儲蓄約7.78萬億美元，儲蓄率高達 44.5%。六大國有銀行會好快有不同程度爆煲，大家小心。小心。3. 今天中國經濟離不開三頭馬車，即是消費、投資、主要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2025年在對美出口銳減 29.3% 下，中國貿易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貿易順差，以美元結算同比增長 21%， 主因第一，人民幣被人為大幅削弱；第二，中國對美出口在高辟稅實施前，全世界入口商狂蜂囤積中國貨品；第三，在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政策下，出口其他地區都表現強勁，例如東盟、歐盟、中亞、非洲。展望美帝西方國家以壓制中國崛起為戰略目標，加上美帝發動全球化貿易戰，以及保護主義蔓延全世界下，2026年中國外貿將面對出口全世界極不明朗情況下，中國只能作最壞打算，主導創新，自給自足，豐衣足食。4. 香港仔再次重複，只有美帝生病了，全世界才沒有好日子，到時候全世界苦過弟弟，全世界將會陷入瘋狂衰退，而極度依賴出口到全世界地區的中國外貿將會首當其衝。重災區。因此中共文宣文否近月不停向習總訴說皇帝的新衣，什麼中國經濟有韌性、有剛需、經濟忍等等。最致命，今天中共太遲轉向了，因為缺乏像朱鎔基有能力和魄力的領導人，中共至今仍自欺人做鴕鳥，習總確實像崇禎皇帝。你們班地方官休想動用朕國庫來打救你們的稅收、地方債務、房地產爆雷，包括國企央企。5. 那麼上述死症如何解決呢？可惜一切都太遲了，主因房地產一拖再拖，拖到現在仍治標不治本。例如現在深鐵舊萬科攬住一齊死，一齊死，悲壯。為什麼南海自貿區喪權辱國 ？Tips 軟件問題和它必須成為國際大都會才有意義，才 make sense， 效益才能彰顯。Coming soon， coming soon。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即有什麼樣的官就有什麼的兵。被11爺爺欽點的中央軍委副和委員全部貪腐。被11爺爺欽點的奶孩王徹頭徹尾走過場，叫口號，小朋友都會做。轉貼2025年11月26日下午5點15分，已即時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聽取保安局和消防處的匯報。他主持跨部門緊急會議，並指示部門全力做好滅火救援救治工作。各政府部門全力協助受火警影響的居民，將市民安全及福祉放在首位。1. 中國應調查追究香港消防處長極度瀆職。當看到居民訴說自己住的唐樓眼光光被隔離的火燒過來無法阻止，香港仔悲憤莫名。不要用英雄死傷的消防員當遮醜布，轉移視線。 2. 奶孩王應該指罵你個 PK 消防處長用再升高1倍高度直升機丟水彈，輪流當洗一場大雨淋濕棚架得唔得？3. 你個 PK 點解唔向深圳那邊派更先進救火車，或請教他們如何解決高空射水困難問題？ 4. 奶孩王為什麼當知道5小時火勢仍不受控，不馬上下死命令，用盡任何方法嘗試，千方百計必須控制火勢？救人，救人。5. 當香港仔打救棒收聽到8小時火勢仍未受控，小朋友都會明白屋內的居民玩完，玩完。難道奶孩王不知道嗎？直至10小時過去了，火勢仍未受控，即是奶孩王內心可能好啦，你們要乖乖乖留低，監生燒死，監生焗死。順便一提，專業界的寵物玩物 AI泡沫好快爆破，
但不會像3歲至90歲都喜愛的電腦互聯網一樣，能夠從1990年泡沫爆破後起死回生。Why? Tips 因為 AI 首先會衝擊中產，到時中產要咬路遠。相反，電腦互聯網近幾十年來，令世界經濟可以在不引發通膨的前提下加速成長，並成功創造一批一批全世界向上流的中產，即21世紀起全球購買力大爆發。1956年，毛澤東為了統戰需要，那個年代全國百廢待舉，中共乃初生的嬰兒需要奶，公開讚揚孫中山係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然而詭異的是，追溯1949年開始，毛澤東才稍有評價孫大炮天下為公、大同社會等等，強力暗示孫大炮脫離國情、高大上。首先，毛澤東高度讚揚孫中山致力於推翻帝制、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等的理念主張。毛澤東認為這代表孫中山一生追求社會公平公義的最高理想主義。然而，話鋒一轉，毛澤東指出孫中山要實現大同社會，只有在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即消滅軍閥和階級敵人。綜觀毛澤東似乎強烈暗示孫中山已經闖出大災禍，令近代中國災難損失巨大。暗示全是因為孫大炮紙上談兵、烏托邦式的革命，缺乏馬克思主義武裝革命偉大理想，即通過暴力和武裝革命理論。1919年，陳獨秀曾在文章中暗喻孫中山乃理想主義者，間接恥笑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烏托邦。事實證明，孫大炮闖出中國近代史二大禍亂：一、孫大炮造成全國軍閥土匪更加割據肆虐，促成國民政府貪腐無能、禍國殃民，製造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巨大誘因和動機；二、孫大炮親手製造出了兩個中國人民大黑星、大魔頭，即1915年中華帝國帝制復辟的袁世凱和殲滅共匪在抗日的蔣介石黃埔軍校校長，間接造成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動機誘因。今時今日，中國政府不相信科學數據、審查和監督等等法治制度建設，中國今天竟然還有皇帝出巡，包裝成調研，大玩形式主義。高官們要清一色跟皇上白衫黑褲黑皮鞋，前呼後擁，封路、迴避、演員、群眾鼓掌歡迎等等，接受黃言詔令文書式黨八股訓話。因此可以凸顯習總資質低下、不學無術、自卑心理。據海外反共反華組織大起底，習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或家族基因史，以及賴昌星曾經形容習總像個傻子。事實上，習在鏡頭面前面部表情繃緊，盡力抑制精神緊張，其每次公開發言必有發言稿。當然，習總公開接受記者訪問更是絕無僅有，例如記者招待會。講多一句，今天中國國民黨出了個民進黨伴，將鄭麗文作為黨主席，真是一大驚喜。原因他代表今天21世紀作為政治家、黨主席，都具備了實事求是精神、實幹，敢講真話，有勇氣和魄力。可惜他未來面對國民黨內迂腐、頑固、保守等等舊有勢力的打擊。世人不清楚毛澤東紙老虎理論乃必須包含兩大因素，香港仔打狗棒在這裏不論述了。年薪幾百萬奶孩王天天出席各種各樣場合，發表千篇一律美事演說，錄音機回放口號讚歌，特區政府究竟反智都到什麼程度？政府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例如奶孩王太悠閒沒事做，而只會一個心思打卡出風頭。政府大玩儒術，猛增92立法會議員席位，浪費公帑，職能很多重疊區議員，他們效益更高，破天荒新增司長、副助理、局長、副助理、政治助理。
乜乜七七顧問專家等等太多了。乃孩王實則子老虎苦。習總和他鄉里蔣介石，河南許昌人，共通點：法輪祈福黨基因，休戚與共，命運與共，共享共贏。蔣介石更加好玩結拜好兄弟遊戲。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子老虎，誰是中共披着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外衣真正子老虎？習總吹噓自己係新質發展、共同富裕、全過程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等倡議者，李鴻志都甘拜下風。習總自吹自擂如此虛張聲勢，實質係紙老虎。誰是真正紙老虎？哈馬斯確是恐怖組織，音樂會上劫持200多樂迷。習總和魏雙雙玩起，站上道德高地上，呼籲以色列不要打擊報復。他們忘記了毛澤東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完全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何況阿拉伯世界早早是他們劣跡斑斑不可救藥軍閥土匪，影衰巴勒斯坦人民。例如，他們利用居民作人盾掩護，醫院當避難所軍火庫，搶奪救濟物資等等。誰是真正紙老虎？習總堅持動態清零不放鬆，海運陸運交通堅持大局為重，休戚與共。即使全世界陸陸續續放開邊境通關，習總好大喜功，害怕背鍋擔責，即使斷供西方供應鏈，究竟誰是真正紙老虎？習總站上道德高地，呼籲俄烏雙方停戰談判，不要擴大戰爭。當時香港仔打狗棒，呼籲普京必須運用戰略核武器，這是唯一震懾美帝西方一步一步插手加碼扶持烏克蘭。他們目的消滅俄羅斯，美帝西方不會為烏克蘭跟俄羅斯同歸於盡，因為他們通通都是紙老虎。但真正紙老虎係普京，因為他真的相信習總克制和平言論。誰是真正紙老虎？監躉夢熊、文革4人幫做反派，和 AI 絕對紙老虎。好簡單， AI 不是底層的必需品，它只是高端產品。電腦和互聯網今天像水銀瀉地，3歲至90歲都喜歡它。但互聯網經歷泡沫，然後輝煌重生， AI 如何？ AI 絕對必死的紙老虎。習總叫口號好過癮，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然而，當我們今天面對3.3億人口，官方2022年推論患上各種心腦血管慢性病，14.3億人口必須減去30歲以下人口，再加上越來越年輕化程度，這簡直令人觸目驚心。必須清算，清算！習總空喊口號，不做實事。禍國殃民。近年國內預製菜大流行，預製菜即係塑膠包裝的罐頭。最近科學家發現塑膠袋產生的微塑膠粒可達數以億計，當然食品清洗乾淨冇問題。最可怕，預製菜不可能沖洗，裡面醬料跟微塑膠粒產生什麼化學作用？事實上，預製菜這必然絕配，天仙配，漢化後的華夏中原湖人飲食文化。喂，何解預製菜等於湖人飲食文化？稍了解今天北方納入原始粗糙烹調文化，吹噓什麼一切流程標準化、機械化，3分鐘可上菜等等，跟粵菜追求陰陽平衡飲食、新鮮熱辣、繁複精緻、花樣百出的烹調手法等等，湖人飲食文化簡直落後了9條街。粵菜追求陰陽平衡飲食、新鮮熱辣，例如食材新鮮、清淡為要，不同時節湯水，包括各種涼茶、綠豆水，辯證追求鑊氣。粵菜追求繁複精緻，例如會因應不同食材配上各種烹調手藝，例如要求預先飛水、走油、浸泡、煨上湯、預先照料製1小時以上等等。世上獨一無二粵菜獨特的烹調手藝，例如白灼閃甜、上湯浸、煲仔或鑊仔上、燉煮、燜、燴，例如燴麵、燴牛尾、燴牛脷等等。甌者、椒鹽、屈，例如
薑蔥燒酒屈鯉魚等等。可惜今天太多失傳了，包括很多燒臘做法。節錄魯迅小說集，其中《祝福》描寫封建吃人的禮教，悲劇人物長林蘇連個自己的性命也沒有。當再次遭受家庭重創的長林蘇哀求回老家打工。中共回應漢奸的所謂挑起仇恨和仇日情緒指責，竟然連自己的立場如此隱晦，卑微地解說宣示紀念抗戰勝利係我們對和平的渴望，我們是和平建設者，和平，和平，和平。中共奴顏謙卑地隱晦自己的紀念抗戰勝利嚴正立場，不敢其次鮮明大書特書，揭露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回魂。例如拜鬼、政府拒絕道歉、狂加軍費、歪曲歷史真相等等。長林蘇可因為她接連死了兩位丈夫，人們認為她是個不祥的女人，將她的悲慘遭遇當成了茶餘飯後的話題。他們認為她改嫁有罪，刻苦她到了陰間還要受苦，要她去寺廟捐門檻贖罪。然而在長林蘇湊齊了錢捐了門檻後，人們也依然看不起更歧視她，依舊不讓她在祝福時端供品。習總祈福黨，人家是看不起你中共大玩儒術低劣的手法，命運共同體、共創、共榮、共富共贏，完全超越以往中共不結盟國策以及國與國求同存異。互惠互利，這是多麼科學 make sense 的國策論述。今天習總一帶一路投資多少？效益如何？香港仔大膽估計賠錢，因已知公開走數的非洲國家不少，係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今天很多日偽軍業種反共反華言論之荒謬，令人大吃一驚。國民黨係執政大黨，搞到民不聊生，吸引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民政府蔣介石更公開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抗日必先剿共匪等等對日侵華的取態，令香港仔明白中國歷史上國家朝廷強盛係通過暴君大開殺戒換來的。最典型的滿清軍隊揚州10日，嘉定3逃，留邊不留頭，乖乖聽話。最終長林蘇在1年1度的祝福中淒然死去，卻仍然沒有受到老鎮人們的同情。長林蘇受鄙視而終甚至於被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今天華夏中原，南方例外，絕大多數是外族游牧被漢化的後代。原因五胡亂華，漢人被胡人殺的和被胡人吃掉的，漢人幾乎滅種。因此今天我們看到北方和內陸的飲食文化很多吻合胡人習性，例如蠔飲勸酒、串燒、紅丹丹油淋淋火鍋、烤肉烤餅、紅丹丹油淋淋的食物，香港仔見到都會打冷震，唔生癌和心血管病就怪了。正如蔡瀾所言，原始粗糙的飲食，稍有少許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知識都知所謂浪費可恥、節約為榮口號的歷史背景，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全國物質匱乏，人民溫飽僅合格，因此對食物的珍惜絕不浪費。然而今時今日21世紀，物質供應太豐富了，形成今天中國通縮和內卷齊齊肆虐。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是沒有信仰的，只有科學和實事求是兩種態度。即是今天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呼籲國人，不要眼闊肚皮窄，叫多少食多少。習總資質低下，一生只會玩弄道德綁架，耍小聰明。以下中國城市癌症數據和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不包含2023年和2024年。轉貼東森。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令要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後，中國大陸官媒昨天展開大力宣傳，各地紛紛響應再啟2013年的光盤行動，呼籲拒絕淨煙。轉貼官媒。2022年中國新發癌症約424,700例，男性2533900例，女性2290800例，相當於每天有13218人，
每小時有551人，每分鐘有9人患有癌症，每7秒就有1人確診。轉貼官媒。根據《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1》指出，中國心血管疾病患病率處於持續上升階段，推算心血管疾病現患人數3.3億，其中腦卒中1300萬，冠心病1139萬，心臟衰竭890萬，肺源性心臟病500萬，心房顫動487萬，風濕性心臟病250萬，先天性心臟20萬8萬支。